在地消息，苗栗有一个80岁阿婶骑电动代步车，煞向尾慢车道切为快车道去，都直接的倒弯啊！害后壁一台要直行的重机车挡白虎，转弄起哩，这个阿婶是当场袂喘气。监视器翕到富人骑电动代步车经过这路段的时阵，煞直接倒翻翻过车道，后边的重机技师大档白虎直接撞到，富人当场失去生命现象。送医了后救无倒来，重机技师甲另外一个乘客也真侪所在切伤。2名重机骑士患者身体多处擦伤，那意识清楚。那另一名电动代步车80岁女性患者现场欧卡。意外发生伫13载起第一线苗栗后人路段，迄时阵富人沿着路南路段，骑伫慢车道，煞伫经过116公里的所在，技术想要去对面，用测试过的方式来过路。迄时阵正着重机技师应变袂赴发生意外，警方初步排除双方酒后骑车，详细肇事原因爱搁调查清楚。交通团体表示，确实应该了解当地是毋是有路人爱过路的需求。我们先讲法规，基本是行人辅具，所以基本上他要走的地方应该是在人行空间。好，那我们因为现况人行空间常常被占用嘛，就是那种没画人行道、没有人行道、人行道不通畅的问题。我们可以把这种长者把电动代步车骑到车道上的行为，视为那个人走在车道上。台湾交通安全协会表示，电动代步车是属于个人行动辅具，这路权应该是看作过路人。当地大部分是自动闪机的基础形态。那这路段过路人有过路需求，应该考虑设天桥、感应式或者是手动后置，加增加过路人庇护设施等方式，避免同款的意外搁发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